我捌迫害信奉即个道路的人，互因治到死，无论男女，拢甲因掠去关监。大祭司甲议会拢总的长老会当为我作证，我嘛有对因得到互大马士革犹太同胞的批。后来我有去遐要绑住伫遐的信徒，甲因掠来耶路撒冷受刑罚。我行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差不多是中昼，忽然有真强的光对天顶照伫我的周围，我跋落去涂骹，听到有声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伫迫害我？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伊应我讲：“我就是你伫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遐个甲我做阵行的人有看到迄个光，无听到对我讲话迄位的声。我阁问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”主对我讲：“起来，入去大马士革，伫遐有人会将我要指派你去做拢总的代志，甲你讲。”因为迄个光真插目，我煞未看见。我的同伴就牵我入去大马士革。伫遐有一个人叫做阿那尼亚，是一个遵守摩西律法虔诚的人，不只受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尊敬。伊来找我，徛伫我的身边讲：“扫罗兄弟，互你未阁看见。”迄阵我随时未看见，有看到伊。伊讲：“咱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你，互你知伊的旨意，通看见伊迄位公义的仆人，搁听到伊的喙所出的声。因为你会将你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对万民做见证。那要伫眼前起来领受洗礼，求叫伊的名通互你的罪得到清气。”后来我倒去耶路撒冷，伫圣殿伫祈祷的时入神，看到主甲我讲：“赶紧随时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所在的人未接受你为着我所做的见证。”我应讲：“主啊，因家己知我以前去逐个会堂掠信你的人关落监，搁甲因拍。你的见证人司提反互人杀害的时，我嘛徛伫边仔赞同因，搁甲害死伊的人告外三。”主对我讲：“你去，因为我要找你去远远的外邦人遐。”众人一直注意听，到保罗讲即句话的时，因大声喝：“即款人着对地上消灭，毋通互伊活。”因大声嚷，踢破外衫，往空中也涂粉的时，罗马的指挥官命令人将保罗押入去营房，用鞭甲伊拍，为着要确实知犹太人是安怎得甲伊嚷。因甲伊绑起来要鞭拍时，保罗对徛伫边仔的军官讲：“对一个无受判罪的罗马公民，你用鞭甲伊拍，减有合法。”迄个军官一个听到就去见指挥官，对伊讲：“打要安怎？这人是罗马公民。”指挥官去见保罗，问伊讲：“甲我讲，你是罗马的公民是无？”保罗应讲：“是。”指挥官讲：“我用真侪钱才得到这个公民权。”保罗讲：“我出世就是罗马公民。”遐个要审问保罗的人随时离开。指挥官一个知保罗是罗马公民，搁因为甲伊绑地就真惊。隔日，
这位官爱在犹太人控告保罗确实的理由，就甲伊偷开，搁命令祭司长甲全议会组织，带保罗出来，互伊徛伫因面前，